后个月特别开始执行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教育部长潘文忠今日早起呢就去到家机关的滨河国小视察准备状况。苏贞昌表示，新学年度营养午餐实在费会增加到62块，希望会当增加来提升到偏乡24万名学生因的中昼顿品质。行政院长苏贞昌、教育部长潘文忠甲家机关长洪忠良，16来到家机关的滨河国小视察9月要开始执行的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了解为主到送的完整过程。怎么样让这个厨房那个起锅完之后，除了达到一个食安标准这个起锅温度的一个食安标准之外，另外呢，我们要让那个运送的部分零食安死角，改善了偏乡1312所学校，同时有24万在偏乡过去吃不饱、吃不好的孩子，现在用这样送到。利用科技设备的协助甲控制，煮好的物件会当随时知影位置，嘛会当监测温度。中央补助家机关3亿3000外万，替15间学校扩建中央厨房。未来家机关偏乡各中小拢会当吃到甲都市同款品质的中昼顿。未来的菜色，我嘛希望讲整个家长代表，咱这个老师、教育单位拢会当过来持续来给看讲伊的菜色，有稳定无？除了新扩建的中央厨房供应偏乡的学校以外呢，那它还有这个所谓的生熟食的运输费用。好，那中央厨房还有营养师跟厨工的补助。教育部表示，偏乡学校中央厨房计划，不管食材也是煮食运送的过程，拢会符合食品安全的要求，而且佫会当透过食材联合采购的方式，唔但会当维持食材的品质，嘛降低学校的成本，让学生的中昼顿有更较好的品质。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